手把手祷告手。这里是温体猪肉，这是台南很有名的刘家庄哦。我们会来这里是因为忠贤哥的厂商招待我们，让忠贤哥来这里可以恢复他的记忆圣经里面有说，我们或吃或喝或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像能够荣耀神而来做因为他们很好奇我们这一家人自从生病之后我们所经历的恩典好不好？我们来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与人来吃饭交谊我们可以来见证这位上帝神在我们身边的恩典呢，好不好？我们来分享一件感恩跟在招待朋友与人相遇吃饭的一个美好的事，带到我们有时候跟我们的朋友在交易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事我们需要上帝亲自在我们当中解开我们人心中那个结呢。家庭中也一样我们其实是家庭一起来经历经历这位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跟我们家属里的好朋友，我们怎么样子建立那个长久的关系，那美好的经验呢？手牵手，一对手。